iPhone 3GS 不提了 ，iPhone 4，你用的是黑的还是白的？白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传说 iPhone 5都要上市了。每当苹果更新换代的时候，很多苹果迷们都面对这样的尴尬吧？想要买手机的朋友们是该买老款呢，还是再等等新款呢？一家名叫 BGR 的科技发烧友网站称，他们有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，苹果公司将在8月份有大动向。BGR 已经证实了下一代 iPhone 手机绝不仅仅是 iPhone 4的升级版，我们有非常可靠的信息来源，下一代 iPhone 手机将会是颠覆性的全新设计。颠覆性是说新的设计可能会有新部件的添加，可能是更大的屏幕，甚至是后置扬声器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听说了同样的版本。彭博社新闻表明，苹果的下代产品可不是在8月份问世，而是在9月，重新改造的是内部配件。People close to the matter tell Bloomberg that the latest model will have a more advanced camera and run on the A5 processor. So that's the same ultra-strong chip that powers the iPad 2. The iPhone is by far Apple's top seller. Last quarter, it accounted for half of the company's revenue. 卖 iPhone 赚了这么多钱，难怪苹果的竞争对手不爽。苹果也卷入了好几起侵权投诉案。国际经济时报建议，苹果的新产品发布的越快，对苹果越有利。苹果公司推迟发布 iPhone 5，只会对安卓系统的手机更有利。苹果最近对三星公司的投诉，就表现出了对三星产品的紧张。苹果投诉三星涉嫌抄袭了 iPod、iPad 以及 iPhone 的设计。在这起判决中，法院肯定了三星公司的版权，但同时在三星要求看苹果未来产品设计图时，也站在了苹果的一边，驳回了三星的要求。又回到了 iPhone 5上市的日期，大家都那么自信地说有可靠的内部消息，等到上市那天，我们再来看看究竟谁说对了。多元视角，真实报道，这里是 Newsy China， 我是高彤。